力灣區，創新無限，大灣區衛視。108集團旗下 Coco 酒吧懷取住概念革新、製造驚奇嘅使命感，為每一個熱愛藝術、熱愛音樂、熱愛 dance 嘅人敞開，給所有熱愛音樂跳舞嘅人一個真正嘅烏托邦。我哋以藝術嘅靈魂激活空間多維場景，通過空間語言嘅延伸，令進入其中嘅人產生共鳴。喺變幻莫測嘅場景，每一秒都植入驚喜，任意契合你喜歡嘅娛樂方式與音樂風格。喺呢度可以盡情嘅釋放自我，喺相同嘅靈魂下一齊共鳴。9月1號 ，Coco 酒吧花都店特邀嘉賓著名 DJ KK 親臨與一眾粉絲互動，擊爆全場。佢一開口便係不可複製嘅經典，專屬一代人嘅回憶，帶你回到玩樂最初嘅模樣。舞蹈現場嘅朋友跟隨鏡頭，帶你體驗一次玩樂真正嘅意義。花都呢間 Coco 酒吧咧就而家全面升級、全面打造。我哋呢邊咧就同清遠啲音樂走嘅路線、走嘅主題咧都係一樣嘅。但係咧呢度嘅特色咧就係符合本地本土嘅文化，就係我哋花都人嘅口味，接地氣啊！我作為一個花都人咧，我都係覺得係花都人嘅驕傲，亦都好多謝花都 Coco 酒吧請我過嚟呢度。今日嘅主題咧就係一代人嘅回憶，重溫經典嘅懷舊歌曲。特色咧就係佢哋日日都有節目，周周都有嘉賓，月月都有明星。